各位評審、各位嘉賓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將會探討北部都會區牛潭尾新發展 B 區生態保育嘅規劃。喺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嘅同時，我哋面臨一個關鍵問題：如何喺科技與自然之間揾到平衡？ B 區位於科技城嘅心臟，同時係連接咗錦田山林同埋下游濕地嘅生態大動脈。呢度唔單止係國際公認嘅重點鳥類保護區，同時間係重要生態多樣性區域，更加係我哋落實生態保育嘅核心範疇區。我哋嘅願景係將呢度打造成一個城鄉共融嘅地方，而唔單止係一個工業嘅發展區。B 區嘅地形極具多樣性，包含咗山麓、次森林同埋低地平原，層次豐富，而且緊密縫接住上游嘅魚塘生態系統。大家可以想像呢一片區域係許多珍稀物種嘅家園。呢度唔單止係麻鷹、蠍翅、雅鵑、白胸、翡翠等珍貴鳥類嘅關鍵飛行廊道，更加係鬥魚等具重要保育價值嘅物種棲息地。呢一個綠色網絡支撐住成個區域嘅生物多樣性。如果我哋破壞咗呢一條動物，生態連鎖反應將會不堪設想。然而喺發展嘅壓力下 ，B 區正在面臨嚴峻嘅挑戰。規劃顯示，約2.55公頃具保育價值嘅沼澤、蘆葦槽以及天然水道將面臨流失。當都市化進程引入咗新嘅交通網絡以及校園建設，最大嘅隱憂在於生態隔離。我哋嘅道路將棲息地切割成碎片，導致野生動物無法遷徙，加上車輛帶嚟嘅噪音、夜間人造光害呢一啲看似無形嘅影響，對野行動物以及各種野生物種而言，都係毀滅性嘅威脅。我哋唔可以俾發展成為滅絕嘅代名詞。所以我哋提出咗全方位多功能生態橋作為呢一場規劃嘅破局點。佢唔單止係一道橋，佢係大自然嘅延伸。呢一座設施採用咗上下兩層嘅創新設計，上層打造植被環境，俾鳥類同埋昆蟲可以自由穿梭；下層設置咗封閉式通道，專供爬行動物同埋小型哺乳類使用，而且整合咗水生通道，保障魚類嘅遷徙。呢一座橋嘅核心功能在於佢作為一道強力嘅緩衝盾牌，透過結構阻隔都市嘅光害同埋噪音，令底下嘅野生動物可以安穩通行，減少生態碎片化對物種繁衍嘅打擊。雖然呢種生態基建嘅成本比較高，但係長遠嚟睇，呢啲正正係綠色科技中心嘅靈魂所在。我哋參考咗新加坡姆吉芝馬生態橋，以及荷蘭國家生態網絡。呢啲成功個案話俾我哋聽，透過完善嘅基建發展同埋保育，絕非對立面。牛潭尾 D 區有潛力成為香港邁向生態智慧城市嘅典範。我哋唔單止係開發土地，更係為下一代守護呢塊土地嘅生